黑龙会会长唐龙，星辰集团总裁楚玉涵，天龙帮帮主，地下城皇帝，王家家主王猛，他怎么也来了？看起来怎么有点像个跟班。去了。他们都是来接小风的。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来接你的吗？怎么看都没看你一眼啊？行了，小风他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小风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不然一会儿白家人来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他们。姐，你看到没？这个混蛋在监狱里蹲了5年大牢，一点都没改，还是那么自以为是，自命不凡。姐，要不是我看你一个人来这危险，这种地方我一辈子都不会来。对不起，徐老，我这就去解决。你现在对小风的误解就是太深了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回家再说。小风，别惹麻烦了，走吧。姐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让他上车，但是麻烦你告诉他，让他闭嘴，要不然我就把他扔在路上。你要把谁扔在路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，我们只是想……啊！姐，是怎么回事？秦风不是个劳改犯吗？怎么这么多大人物过来接他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就是秦风？是我。我是你师兄，京都徐明山，奉师傅之命，特意前来接你。走吧。过来。刚才你是用哪只手碰的我嫂子？念你初犯，小惩大戒，若再敢对我嫂子不敬，我要你的命！放肆！听说你还有仇家，把这个戒指给我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的仇，我自己会报。狂妄！我爷爷帮你是你的荣耀，别不识好歹。老头子没给的我不稀罕，但他给了我，要想拿，就拿命来换。至于仇，我自己会报。既然如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怎么想通了？念你接我出狱的份上，给你个忠告：若不想死，就别再修炼本门的功法了。你找死！秦风，我爷爷好心来接你，你不领情就罢了，还敢当面诅咒他，别以为你拿了个戒指就能一步登天了。快走！师弟，你虽然是师父的关门弟子，但是修行之日尚短，你对这个世界还不了解。当你到我这个地步，你会发现死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。哎，如果有一天仇家追杀你，无立足之地，带着这个戒指来找我，看在师父的份上，我会护你平安。小凤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真是你师兄？还有，他为什么想要你的戒指？我在监狱里的时候，曾拜了一位老乞丐为师，这是他临行前给我的。可能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个宝物吧。监狱里能有什么好人，还拜师傅？本来就一堆麻烦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仇家，扫兴。沈之夏，小凤曾经好歹是个养尊处优的少爷，却落魄的要拜乞丐为师才能活下来。
这一年肯定吃了很多苦。小凤，咱们回家。有我在，别想赖在我们沈家白吃白喝。我一定要在大姐面前拆穿秦风的真面。哼！既然出来了，以后就干干净净做人，去好好歇歇吧。明天我带你去拜你爸妈和你大哥。好。白家，我一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秦风哥哥，你看我美吗？你看我美吗？你在干什么？秦风哥哥，你在监狱里待了那么久，都是男人，你憋坏了吧？肯定是像女人的味道。来，一个强奸犯，我就不信还拿不下你。只要你敢碰我，我就打叫，到时候就算姐姐还偏袒你，我也要把你重新送进去。无聊。站住！金凤，你装什么装？一个连未婚妻都要下药迷奸的男人，装什么正人君子？别装了，看到本小姐这么美丽的身体，我就不相信你不动心。我就知道你忍不住，一会儿看我怎么把你赶出去。秦风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是不是没听见？聋啊！姐，我说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姐，秦风他想强暴我，他还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一定要把这个强奸犯赶出家门。行了，你别胡说了，小凤她不是那样的人。小凤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条项链有问题。你放屁！分明就是你见色起意。姐姐，这还不明显吗？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快点把他赶出家门！我都跟你说了，小凤她这是窃听器。什么？这条项链是我姐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她怎么可能在里面装窃听器监听我呢？秦风，是你对不对？肯定是你在里面待久了，跟那些垃圾学坏了，故意弄出这个东西，为的就是蒙混过关。行啊，嫂子，这条项链是你买的？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我托人在新华商厦买的。新华商厦？嫂子，你得罪过他们？新华商厦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和那个舒瑶他们一起逛街的时候，好像听他们说，新华商厦的背后好像是白家。白家？小冯，这里没有阴谋，你赶紧走。走？你们往哪儿走？白一晨，这里是我家，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杀了他。
替我妹妹讨一个公道。不可能，小峰已经做了5年的了，他付出的代价已经够了，就算是有天大的仇怨，那也该消。坐牢？哎，那我现在要是把你玩了，然后我也去坐5年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来着，别说坐5年牢，坐10年牢都可以啊，算是活10年也可以啊。无耻！我把你们留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调出秦风，要不然我早把你们干死。不过也没事儿，等我先杀了秦风，今天晚上我好好安排你们。兄弟们，把这个玷污我白家声誉的杂碎碎尸万段。都怪你这个害人精，害死我们了！师傅，你赶紧走，这有我来挡着。嫂子别担心，既然要来找我算账，白薇薇反而派你们这群狗腿子将来送死。哦，这个畜生，玷污我妹妹，你还有脸提他？白逸晨，这谎话说的多了，连自己都信了是吗？5年前，若不是白薇薇设计灌醉我，诬陷我强奸，害我入狱，我秦家又怎会因此败落？枉我待你们如亲人，换来的却是背叛，如今却倒来你们白家从头到尾都是丧良心的狗东西，该说！原来是这样，我就知道小峰不可能做那种人。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当今社会，拳头大就是真理，要怪就只能怪你当初太弱。好，那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是咱们谁的拳头大。上。今天我带来的全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，秦风，等会儿你可一定要硬气到底，千万别太早跪下来求人头。小峰，你赶紧走，他们人太多了。嫂子别担心，就凭这群臭鱼烂虾，我还没放过你。死到临头，你还在这嘴硬挽真？别废话，有什么话留着去给白薇薇托梦说。说。上，给我上！看来今天还是我的拳头大呀。白逸晨，你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自己的小命会交代在这？秦风，你别过来！要是敢动我，白家不会放过你的。白家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你只不过是先下去替他们开开路。秦风，你不能碰他！难道你除了强奸犯，还想变成杀人犯吗？你聋了？刚才他说什么你没听见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他可是白家的继承人，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就算他们之前诬陷了你，那你也不能杀人呀，这也太残忍了。残忍？我被他们诬陷入狱，身败名裂，差点死在狱里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说残忍？我待他们如亲人，他们却吞并我秦家，逼死我母亲大哥，让我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说残忍啊？我在监狱中受尽折磨，为了活着，每日忍受筋骨寸断之痛，你怎么没有说是残忍啊？行了，别说，姐，我说错了吗？白家在江城如日中天，如果他真的伤害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们也会受到牵连的。没错，我白家现在江城第1家族，碾死你们就像碾死蚂蚁一样。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，我怕不会放过你们。白凌霄，吃了怕了，赶
赶紧给我跪下来，磕头认错！我能让你走？你现在就给白灵霄打电话，就跟他说，我倒想看看他要如何让我死。白总，这次我代表我父亲感谢你，没您帮忙，我们哪有机会参与开发世纪庄园这样的大项目？哎，皇上客气了，选择你们王家，那也是看中你们王家的实力。白总，您还是太谦虚了。谁不知道白家现在坐稳江城第1家族，而且还和京城内卫有联系。我们王家虽然在江城横穿一时，但话说回来，都是靠江湖上的朋友给点面子而已。以后还需要白总您多多提携啊。那咱们两家呀，就通力合作，往后在江城啊，再无对手。救我！我的救！白灵霄，你还记得我？秦风，是你！我劝你现在赶紧把逸晨放了，否则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放了他？哦，我要10个亿。你穷疯了吧？告诉我，老子1毛都不会给你。哦，是吗？秦风，你敢！老子让你碎尸万段！我只给你10分钟，多1分钟，我便断他一条腿。白总有麻烦，需不需要我帮你处理？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倒是让王少见笑了。去把雷先生派过去。秦风，你疯了！你敲诈勒索白家10个亿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好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他们。看来你在白凌霄心中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你说，我现在是断你的手呢，还是断你的腿，还是断你的第3条？住手！雷先生，你终于来了。少爷放心，有雷某在，他们不敢上你一根汗。秦风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雷先生可是半步松弛，战力冠绝江城，你在他面前连蝼蚁都不如。白家把雷先生给抢来了，这应该怎么办？我就知道这个小子是在找死。一个劳改犯拿什么跟白家斗？现在白家把高手都找来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了。雷先生，断他的手脚，当个废人，我要好好琢磨他。小子，死在我手上，是的荣耀。雷先生，雷先生，白总不愧是短短5年便带领白家横贯江城的豪雄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如此魄力，值得后辈学习。哎，王少过誉了，那秦风只不过是秦家的一个余孽，雷先生那可是宗师境下第1人。对付个落水狗易如反掌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喂，一晨啊，雷先生是不是已经拧下了秦风的狗头啊？
让你失望了，白老板。他们两个呀，可能回不去了。老东西，你不乖了。秦风，我这就安排人给你打钱。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可你自己不中用，还是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。你敢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秦风，饶了我！这些话还是下去给我父母大哥说。秦风，你这个狗杂碎！我已经答应给你钱了，但是你他妈不讲信用，你没道义。跟我讲信用道义，你配吗？给我记住了，你白家有一个我杀一个。这次是白一晨，下一次就是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。好啊，你知道我住哪儿？就在你们秦家的庄园，就在这儿等着你。你有种就过来弄死我！你这啊！别装死，带着你主子跟我走。小凤，小凤，你不能去。白家是龙潭虎穴，你虽然很能打，但你去了之后必死无疑。你等着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你拿着，赶紧有多远走多远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嫂子，你放心，区白家而已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我说的话没听见吗？走！小凤，陈彪，把所有人赶紧给我召集过来！我要让秦风有来无回，我要让他错过烟灰。是。啊！白总，这次来我也带了几个高手，希望能帮到忙。有了王少了，有了天龙帮的帮忙，就让这秦风有来无回。白凌霄，我来取你狗命了，你脖子洗干净没？狗杂种，还真敢来啊！给你们个机会，不想死的赶紧滚！这帮废物！白凌霄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秦风，你是不是瞎了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都是我的人，要死的人是你啊！白凌霄，当年你差点饿死在街头，是我父亲救了你，让你拥有了一切。可你却恩将仇报，诬我入狱，夺我家产，害我大哥。今日我便杀你白家满门，替我秦家陪葬。灭我白家满门，你脑袋秀逗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秦家的家产啊，被我能成功拿下，就是因为你秦家人蠢，你更是个白痴，一个人来送死。那好啊，今天我就成全你，送你下去，跟你的死鬼全家团聚啊！白薇薇呢？你们一家人啊，得整整齐齐的到地下为我父母兄长赔罪。你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！来人，给我活捉他！我要慢慢折磨死他。那这个人，快跳，快点！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？开枪啊！
是的，秦风，你就是一个酒囊饭袋的纨绔子弟，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本事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白凌霄，你不是要送我去见我大哥吗？就这。秦风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些话，你还是留到地下，去给我父母和大哥说。住手！这个小兄弟，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白总是我们天龙帮重要的合作伙伴，要不你给我个面子，放他一马，我会记你这份情谊的。天龙，没听说过。爸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今天出狱的那个人叫秦风，之前是江城秦氏集团的少爷，因为强奸入狱，今天才被放出来。他并没有什么错。没那么简单。京城徐家本来就是夏国1等1的家族，能让徐老太爷亲自出马去接他，本身就代表着不凡。你再去查查。爸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呀？我能带领王家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直觉和谨慎。我有种感觉，我们王家如果想再进一步，恐怕就得靠他了。小子，你一点狂妄呀！整个江城没人敢这么跟我们天龙帮说话。秦风，承认我小看你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天龙帮是江城地下的第一势力，你这点本事在天龙帮眼里面就是个笑话。没错，不想得罪我们天龙帮，就立刻自断一臂，然后给我滚！我说过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他。好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我就让你看看得罪我们天龙帮是什么下场。喂，爸，我被人打了。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王猛的儿子？他说他叫秦风。什么？小子，你完了！我爸刚才在电话里的语气特别愤，等他一会儿到了，必将大卸八块。你确定？秦风，要知道，王帮主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宗师境的高手。虽然他已经隐退了，但是想当初他一双铁拳震江城，得罪了他，9族之内接近惨死。不过你是没有这个待遇，你家除了你以外都已经死绝了。我要是你爹呀，我都得爬出来骂你一句不孝子，找死！这小杂种，我爸，死！爸，你可算来了！就是这小子，不但破坏了我和白家合作，还扬言瞧不起我们天龙帮。今天必须把他剁碎了喂狗！你小子还不赶紧跪下来自裁！要是等我爸出手，你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！畜生，不得对凤爷无礼！爸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凤爷，今日之事都是这个逆子所为，与我天龙帮无关，还请凤爷不要怪罪。你是鄙人王莽，今早你出狱，我跟随徐老去接你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接这个孽种出狱？畜生！冒犯了凤爷，即日起逐出王家，永世不得返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我的错，都是这个打总做的。白凌霄，现在没有人能保得了你了。你到底是谁？秦家，秦风。不可能！就算在秦家顶峰时期，也没有这样的势力。你到底是谁？还是下去问阎王。秦风，我白家背后，你仗的可是京城江家，敢动我，江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京城江家，
京城江家是数一数二的家族，与徐老家不遑相让。江家那可是夏国顶尖的势力存在，今天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向你保证，跟你所有关的人都会被江家赶尽杀绝。你老年痴呆了？我说过今日要灭你白家满门，天王老子来了，就你。秦风，微微马上就要嫁进江家了，你也要给我陪葬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秦风，亲，别打！我错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任何事情都愿意啊！让你把白家所有的产业都转移到我名下，所有产业不愿意啊？不，这是所有的产业都在微微名下，我就是一个代理的管家，我做不了主啊。这么说就是你没用了。风爷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就行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帮我查一下白薇薇，还有京城江家。是。虽千万人吾往矣，真正的绝世枭雄，小雪，你给我听着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你一定要成为他的人。什么？爸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此人绝非池中之物啊！若是能攀上他，王家一定能一飞冲天的。他怎么还没回来？姐，你还指望他回来呢？那白家可是龙潭虎穴，几乎死定了。呀，姐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别被他拖累了。肯定是白家把林峰杀了，然后过来找咱们算账了。哎呀，这下被他拖累惨了。爸，你别着急。好了，我们俩。小凤，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你没有受伤吧？啊？嫂子，我没事。压根就是没敢去吧？白家可是龙潭虎穴，你怎么可能一点事儿都没有就回来呢？没去就好，没去就好。不行，这里也不安全，我得赶紧找人把你送出去。走。嫂子，你放心，白家已经让我解决了。净会吹牛。江城突发恶性凶案，白家全家遇害，凶手在逃。姐，白凌霄真的被杀了，白家灭族了。小凤，这是你干的？但是白家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去求了今天早上那股势力吧？这破戒指还在，说吧。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了？是为奴为婢，还是当奴做马？够了！小凤能平安回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小凤，既然现在已经没事了，那就安心在这儿住下，之后再找份工作，咱们重新开始。姐，他这么爱惹事儿，你还让他留在咱们这儿？我不同意。嫂子，小凤，你要还拿我当你嫂子，你就在这儿住下，哪儿也别去。这个家里我说了算。好，你就留着他这个祸害吧，咱们迟早被他拖累。你别理他，之后我再给你找份工作。天色不早了，早点睡。白薇薇，咱们的事还没完。
江少，我们白家入驻京城的事儿，可全都靠你了。放心，凭我们江家，很快就能让你们白家在京城崭露头角。太好了，江少，我敬你。白总，有要事。我爸身边可是有不少高手，谁能把他们都杀了？我爸身边可是有不少高手，谁能把他们都杀了？不知道，消息似乎被其他势力封锁了。不过，我听说秦家那个人今天出狱，会不会是他干的？秦风，他就是一个劳改犯，丧家之犬，有什么本事分别白家？白总，那要不要我再带人回去查一查？我听江少说，最近有一位神秘大人误会，连京城徐家都要亲自引进。我们白家的精力必须全部放在这件事情上。等我攀上那位大人，以后江家我都不会放在眼里。那秦风，微微，说什么呢？快回来！来了，江少。现在是江家带我白家入驻京城的关键时刻，秦风那个垃圾绝不能出现成为我的污点。爷爷，我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，江城白家被灭是秦风干的。哦，这白家来江城是第一势力了，我那便宜小师弟一人就灭了白家，看来还是跟师傅没有白学呀。但是他只会打打杀杀，终究是没头脑的莽夫，活不了几天。白家真正的实权掌握在白薇薇的手中，他这2年跟江家搭上了关系，倒是有一些手腕。这江家在京城几乎和咱们徐家是一样的地位，那秦风根本不知道招惹了多么恐怖的存在，这简直就是在找死啊！毕竟啊还年轻，认为自己学了点本事就可以瞧不起天下之人了，匹夫撼树啊！可笑的是，他居然还拒绝了您的好意，而且还诅咒你。殊不知，爷爷您已经迈入了大宗师的境界。那小子满嘴跑火车，死有余辜。好了，你继续关注他，等他死后把龙戒带回来。这个至高无上的宝贝不该留在他身上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，爷爷？找什么？不是这个戒指，我都要看看你有什么不一样。我劝你不要动。秦风，你有病啊！吓死我！这枚戒指蕴含着临虚宗万年的力量，一般人根本承受不起。你想要啊？就不给，有本事你来拿呀！你来拿呀！你要是敢动我，我就告你非礼！来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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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拿！秦风，你有病啊！怎么了？你怎么又欺负小风啊？姐，
欺负我，他把我这样举起来，然后甩过来甩过去，然后抖，反正他在欺负我。行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小凤，本来我今天是要给你介绍工作的，但是我临时有商务应酬，得去处理一下。没事，早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是不是有同学聚会？正好，你带着小凤一起去，让她多跟年轻人多接触接触。什么？你让我带这个王八蛋来？我肯定不会带他的。我要是带你，我就是狗。干嘛？进来呀！往哪儿看呢？要不是我姐填我银行卡，我才不会带你出来。是啊，我警告你啊，这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别给我丢人。那我走。哎，别走吧，算我求你，在这老老实实待着就行。是。好你个机会，明知道姐姐会停掉我的信用卡，居然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。这种机会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志向，你来啦？他是谁啊？这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他就是个不相干的路人，别理他。也是，这长相平平，还一身底汤货，这你肯定不会看上这种人。我们之下这么漂亮，只有谢少这样的俊杰才能配得上她，怎么可能让这种癞蛤蟆吃上天鹅肉？志向，你来了，来，一起玩玩。不会玩死啊！算了，我不太会玩这个。哎，我们谢少可是飞镖高手，全国10强，姐从来没见过他亲自教我。今天咱们可有眼福了哟！算了吧，哎，要不然你教他？没兴趣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是没兴趣了，还是不敢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飞镖虽然精小，但难度极高。想要精准的命中靶心，不但需要专业老师长期指导，还得自己得有天分。不敢就是不敢，装什么高冷，真恶心。没关系的，你不会就不会，我们又不会嘲笑你。但这做人吧，得诚实，你这样只会让之夏丢人。让你威胁我，我今天就让你好好丢丢脸。哎，大家都别为难他了，他呀。这都能命中，也太厉害了吧！这可比命中靶心难度大多了，飞镖高手也做不到啊！之夏，你这朋友是什么人啊？我怎么感觉他比谢少还牛啊？你看是真的，他一个臭乡巴佬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你是见到了谢少同学，走了狗屎运吧？他肯定是蒙的，这种难度，谢少都未必扔得准，他肯定是蒙的。那这要是运气的话，那他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？兄弟，敢不敢跟我比一下？没兴趣。你是不敢跟我们谢少，怕被拆穿了。哟，乡巴佬害怕了，因为他就是蒙的。这种垃圾，你敢碰瓷谢少，也配？小子，落得我的面子就想跑，不合适。而且，就算你跑，沈家未必跑得了。好啊，既然你想丢脸，说吧，怎么玩？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丢脸。很简单，
谁命中的靶心多，谁就赢。关谁？行，那你先录。没事，再来一次，加油，没事，加油，再来一次，快了。兄弟，该你了。看到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实力。我看你拿什么比？在谢少这样的高手面前，你的运气只有一次，还快认输吧，别丢人现眼。哎，金峰，要不然咱就认输吧，没必要跟他比。没错，这谢少之前可是拿过全省冠军的，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现在认输的话，那还来得及。唐老，我爷爷怎么样了？你爷爷体内气息太紊乱了，我就尽力了。唐老，您贵为国医圣手，怎么能救不了我爷爷呢？哎，娇娇啊，不是我无能，是你爷爷已经进入了大宗师境界，他体内的气，恕老夫无能为力。那父亲还有多长时间？如果找不到好的方法，最多3日。啊，不过你们也不要太忧心，徐老乃国之柱石，国主都非常重视，我一定会想出好的方法来医治徐老的。告诉我，你爷爷刚进入大宗师，现在各大世家对我们徐家蠢蠢欲动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难道他当初说的是真的？谁？他好厉害！之夏，其实他就是你男朋友吧？才不是呢！还要玩吗？兄弟，你太谦虚了，你这水平都跟我差不多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谢景恒，东海强盛集团继承人，你怎么称呼？待高就。秦风刚坐5年牢车，暂时还没有被走。什么？劳改犯？秦风刚坐5年牢出来，暂时还没有被走。什么？劳改犯？原来是个劳改犯啊！怪不得看着就这么让人讨厌。之夏，你怎么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呢？之夏，你们带了个劳改犯来啊？我也不想啊。我姐说让我不带他的话，就要停掉我的银行卡。谢少，这个臭劳改犯一看就是个蠢逼啊！只要你稍微展现下自己的财力，那他就乖乖的躺挣钱的。英雄不问出处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兄弟，我们一起喝杯酒。哎，各位，飞镖只是娱乐啊，到这里肯定喝酒最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先生，我听说你是这儿至尊皇族，你一定得藏了不少好酒吧？啊，确实有不少酒，还有2瓶罗曼尼康。今天知夏在，正好开一瓶。介绍大气，
整个江城除了王家，只有谢少才有这样的好酒。之夏，他谢少对你多好呀，你可得擦亮眼睛，别让什么垃圾都能靠近你。这么名贵的酒，你可得好几万吧？啊，要不是我们谢少大发善心，你的死后估计这一辈子都喝不到。我不喝一般的罗曼尼康帝，味道不好，我只喝4、5年陈。你这个劳改犯也太会吹了吧！别说是好酒了，你连拉菲都没见过吧？就是啊，这穷就穷，还爱装，真下头。就我去上厕所。哎，你倒是拿出来呀！啊，光装逼啊！他一个刚刚放出来的劳改犯，就算是求爷爷告奶奶，也拿不到这样的好酒呀！你就是个穷逼，别装了。喂，你我是老马，查到了。对不起，朋友，江家实力太大，我暂时没有查到人龙的信息。这次找您是因为徐老爷子病了，徐家将请您出手救的。你看，好，我在威马俱乐部，你来接我。好，我马上让王雪来接你。哎，美女，别走，来！别碰我，你这个臭流氓！拿开你的脏手，别碰我！妈的，你这个不要脸！去你妈的！你滚！师傅，你帮帮之夏吧。这是李飞，威马俱乐部的老板，他和他爸爸都是天龙帮的人，不好惹。哎，谢子，你不是说你是李飞的爸爸伟爷吗？啊，很熟，这小事儿，哎，交给我。是，跟我走。飞哥，我是谢景子，这是我朋友，求你给个面子，放过他。那他妈有个狗屁面子！飞哥，我爸是强盛集团谢强盛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媳妇儿滚！那之夏怎么办？秦风，操！就他妈来个找死的！哎！啊！你们有几干什么？上！秦风，谢谢你。你既然让我跟你出来，我肯定要把你人全带回去。老改犯，你疯了！你居然敢对飞哥动手！臭小子，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跟我有屁关系！行，你小子有死！告诉你，现在就把我爹叫过来，你们所有人，全部都得死！老改犯，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？飞哥他爸可是龙爷，是天龙会4大堂主之首，是庄家主的左膀右臂，要把我们害死吗？欺负我，现在就来！这下真的惨了！你个臭老改犯，还不赶紧给飞哥下跪道歉啊！任凭发落，不要他妈的拖我下去！飞哥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王八蛋。你要杀，你就杀了他吧。秦风，现在怎么办？一群臭鱼烂虾而已，别怕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好狂的口气啊！谁说我是臭鱼烂虾了？站出来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谁这么有种！爸，就是这个臭小子，就是他刚刚打的我。龙爷，家父强盛集团谢强盛，我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对，都是这个王八蛋惹事啊！你找他去。他就是个劳改犯，嚣张的很，我们劝也没用啊。小子，
我一拳一脚的从底层打到我现在的位置。你居然说我是臭鱼烂虾，而且还敢打我儿子，我就没有见过你这么嚣张的。也许你以前没遇到，早遇到我，你早就听到了。知道天高地厚，上！我说怎么这么狂呢？原来也是个练家子。不过我也是从腥风血雨中打出来的高手。遇到我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是黑虎七杀拳，龙爷的成名绝技，他靠着这一招打遍东海。在此招手下死的高手不计其数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成为王家主座下头号堂主。对，我也听说过，这个东海除了王家家主，没人能像龙爷一招，碰到必死。这个臭老盖饭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死了！天杀的劳改犯，想把我们都害死！希望王爷杀了他，这样就不会跟我们计较了。知夏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龙爷！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出手了，小子，你能让我用黑虎七杀拳打死你，也算死的容易。打死你也不配！你他妈真嚣张啊！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你的嘴硬？受死！好帅啊！怎么可能？龙爷可是天龙帮4大堂主之首，双花红棍，怎么可能被这小子一拳给打飞了？这位龙爷，我现在可以走了。小子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但是你打得过整个天龙帮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王家的人。王家？看了，现在这个社会，会打有个屁用啊！这个社会讲的是权势，是地位。我爸可是天龙帮的双花红棍，4大堂主之首。你打了我爸，就是打了天龙帮的脸，就是打了王家的脸。没错，天龙帮就是我的靠山，王家就是我的主子。只要王家一句话，整个江城将再无你容身之处。喂，秦先生，我已经到了。我就在楼上的包厢，上来找我。现在才想起来打电话叫救兵，晚了。我倒要看看，现在谁敢让天龙帮卖这个面子？他就是你口中刚才的主子，好像是叫王雪。你说你打电话的是王雪，王大小姐，简直是放屁！小姐何等尊贵，就连我也只能等待她的召见。你居然说她打电话给你，真是好大的狗胆！秦风，别胡说！天龙帮王家掌管的地下城整个秩序，你得罪了他，就连我姐也救不了你。晚了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要被这个劳改犯害死了。行了，既然你说大小姐一会儿来接你，好啊，我今天就在这儿等着。如果一会儿来的人不是大小姐，我把你的脑袋当夜壶。龙爷，我们和这事没关系，就找这小子一个人算账就行了吧？放我们走吧。哎，对，哎，龙爷，都是这个王八蛋惹事啊，我们是不管。要不你就要审知下这个小娘们带走，一并处理啊！我们出去啊！是。你们什么呀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这才是我们自己人啊！闭嘴！谁他妈给他自己人啊？现在看得上的，凭他沈家地位能跟我们对住？少他妈废话！今天凡是和这个臭小子有关系的，你们所有人，我和我爹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哟，是谁这么大的口气？见过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到哪儿还要跟你报备？不敢。这个劳改犯该不会真的把王家大小姐叫来了吧？别走！王家大小姐
可是天龙帮的继承人，地位相当于天龙帮的帮主。哎，对，你说的对啊，肯定是这小子惹了事儿，被人传出去了。大小姐是来立威的。小子，我承认你有点能耐，但是但凡打了我，就等于打了整个天龙帮。大小姐来了，今天你和你的家人永远消失。你敢！老爷，臭劳改犯，你知道你惹了多大后门进来？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碰到这个灾星？天龙帮的怒火肯定会烧到我们这儿的。爸，你竟敢杀了我爸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弄死你！大小姐，你看到了吧？他不仅侮辱天龙帮，在天龙帮的地盘闹事，他还当着你的面杀了我爸！求你替我做主，杀了这个王八蛋！大小姐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他们欺负我在先，是秦风看不下去了才帮的我。是又如何？在这片地盘，我们天龙帮就是江城的天，别说玩你了，就算是要你的家产，你也得恭敬的双手奉上。你们王家人一直都这么嚣张？怎么？对不起，风爷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让您和您的朋友们受尽。大小姐，住嘴！我们天龙帮虽然是黑道的，但是我们从来不做这种欺男霸女的龌龊事。还得罪了我们天龙帮的贵客，你们就该死！大小姐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还有你们几个，没你们的事儿，滚！大小姐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住嘴！你该求饶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们的贵客。七爷，饶命！饶命！我曾经告诉过我，若想跟着我，不须有外力。欺男霸女，还得罪我们天龙帮的贵客，你和你爹就该死！给我把他拖下去！大小姐，饶命！求你了！别，不要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！风爷还有什么吩咐？送我去徐家。请。之夏，这秦风跟王家是什么关系啊？这王大小姐居然愿意看在她的面子上，把我们都放了。他赖什么面子啊？我看分明是看我们人多势众，王大小姐不想坏了天龙帮的名声。没错，我曾听我爸说过，王家家主啊，正打算在天龙帮转型了，所以才这么客气。来，快看，出来！什么情况？王家大小姐怎么把这个劳改犯带走了？我知道，王家在乎名声，肯定是把他押回天龙帮审问。我看着不像啊，这王家大小姐明明对秦风很客气，是不是我的姐？陛下，不好了，你姐姐出事了。秦风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我姐在卡曼娱乐被人打了。什么？风爷，需不需要？没有，我自己能解决。跟我走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怎么样，沈总？这一首歌可都送给你了，考虑的如何了？王总，天下庄园这个项目是你跟我签约共同开发，现在你想把我们挤出去单独开发，这是违约，我不用考虑，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沈总，先别着急拒绝啊，我不白要拿，给你1000万作为补偿，怎么样？王总，这个项目我们前后投入了超过20万，后续的回报可能会更多，1000万，我们法庭上见面。哎，干什么？这点女士要温柔一点。
是不是啊，文总？沈书然，给脸不要脸啊！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在夏国我中州皇室想要的东西，有得不到的吗？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1000万，同意吗？这会严重损害我们沈氏公司的利益，作为总裁，我绝不答应。王总，这娘们瞧不起你啊！哎，我这个人呀，就是心地太善良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拿着1000万走人，要么跪下来给我拜服，我再多给你1000万。王有才，我最后再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可能？我叫你不可能！给我面子，这个也不要脸，这个也不要脸。好啊，今天老子就打的你可能！找死！啊！找死！姐夫，没事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晚了，让你辛苦了。我没事。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这群混蛋，畜生！先付你减税休息，这群混蛋交给我。算了，雪峰，他们是中州皇家的人，不是我们能抓住的存在。你这刚出来，别有事，咱走走。不管他是谁，只要敢动你，我要他死。秦风，给我拿出你所有的本事，狠狠的揍他！出血了，出血了！好你个小杂种，居然敢把老子打出血了！老子要让你死！都他妈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我抓住，我打死他们！小风，你小心。哥，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自保，不用你动手啊！哎，爷，这太硬了，我给您换一个啊！我给您换一个表演方式啊！您看。哎，爷，我就是条狗啊！你就把我当狗给放了，您何必跟一条狗计较？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啊！哎，如果您要是不尽兴，我就原地给您打滚啊！再给您表演一个。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受人指使的呀。走，我走。姐，疼吗？没事儿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快去看看小峰怎么样。我有才带的可都是高手。没事儿，我报警了，警察应该马上就到了。秦风应该还能再坚持一会儿。不行，还得再去看看。在角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角落上，敢问路。小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怎么，
听歌，这不唱的挺好的啊？哎呀，沈总啊，对不起啊！你谁啊？我是黄有才啊！啊，沈总，天地庄园的项目我们黄氏集团退出了。至于我们投入的钱，您也不用退还，全当我们支持您了。老板，他刚才说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堂干的。认为？真是个王八蛋！您是秦风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是我们报的警。同志，没搞错，就看看这个小杂种抓走。你看，我们被他打成什么样了？我爸都快不认识我了。哼，你还有脸说？你们这么多人，他就一个，应该是你们打他才对。你胡说！这个是我们被打了，你我们做主啊！你们的事儿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将秦风带回去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继续救人，把我嫂子送去。走！啊！秦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猜，会不会是白家在报复他？肯定是白家。不行，走去找沈维。什么呀？找沈维？他刚还想害你呢。他是没什么本事，但他平日里拿着集团的钱到处去交际，人脉很广。如果我们想要救小凤的话，现在只能找他。只要能救出小凤，不管付出什么我都愿意。赶紧走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跟我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是天龙帮王雪，立马放齐先生。原来是王大小姐。对不起，我得到的命令是把她带回去。我的面子都不给。这是上面的命令，就算是你爹来了，不行，赶紧让开，别违反我执行公务。那要带我回去，总得找个理由吧。我现在还有事情，若你们耽误了，恐怕负不起责任。就算你有天大的事儿，现在也得放下。走。喂，曲小姐，凤爷被执法局的人抓走了。好，好一个执法局！我现在就过去。秦风，交代你是如何残忍的杀害了白灵香？没什么可交代的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说！少废话！你要有证据，直接判我刀。你以为不说就没有人指证你了吗？进来！你以为你不说就拿你办法吗？到这儿你就是当赢了。怎么？这是想滥用私刑区的这招吧？随你怎么说，只今天必须找上。秦风，找死！是你坏，是我的枪坏。此机会和交代如何残杀所有人的经过。我说了，你若有证据，我立刻伏法，绝不反抗；若没有证据，想要滥用私刑屈打成招，罪过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地？我杀了你都没有人管。我看谁敢！谁敢对秦先生无礼？谁敢对秦先生无礼？记住徐家，拿下秦先生，抱歉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。我没事，他们还伤不到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您找我回声就行，何必劳您亲自跑这个？我再问问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小姐问你话了。我抓了个犯人，
他们是想要动用四行驱打成招，眼看不成，想将我坠地回来。身为执法队员，竟敢滥用私刑，你们还有法律吗？还有王法吗？你们好大的胆子呀！赵局长，秦先生是我爷爷请的贵客，你的人如此对他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小姐，我一定给秦先生一个交代。枪带走！徐将军，饶命！局长，我有罪。我可滥用职权，撤职查办，其余参与的全部收监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小姐，你管理不严，自请降3级。若再有下错，杀！是，谢大小姐。秦先生，当日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不敢奢求您的原谅，只求您看在我爷爷和您是同门的份上，就救救他吧。只要你答应，我们徐家愿为您赴汤蹈火。起来吧。爸，我把秦先生请来。秦先生如此年轻，秦先生虽然年轻，但他一眼便看出爷爷身患重疾。秦先生，来，快往父亲看看。好。师兄体内真气淤积过多，丹田炸裂，冲击全身，若不加以疏导，2日便会爆体。跟唐老说的一模一样。秦先生，能治吗？我试试看。爷爷的气色松好了一点。住手！你谁呀？敢擅自动徐老？大少爷，这怎么回事？唐老，这位是我父亲的师弟，是我专门请来给我父亲治病的。师弟才多大？年纪也就和娇娇小姐差不多，怎么可能是徐老的师弟？大少爷，你被人骗了。唐老，大少爷，现在的江湖骗子多如牛毛。徐老的师弟哪个不是咱大夏国响当当的人物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你敢自称徐老的师弟？小子，徐老的病连我这个国医圣手医治都觉得难，你毛都没长齐，怎么可能会治？唐老，他是我专门请来给爷爷治病的。对了，小姐，你连我都不信，信这个小子？无毒呀！小子，既然大少爷和娇娇小姐完气，我倒想看看你是如何医治去。我只需略微出手，便能疏导他体内的真气，令其痊愈。你确定不让我出手？真是胡说八道！徐老是因为体内气血不足才这样子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大少爷，你都看见了，你请来的人差点害死徐老呀！唐老，都是我糊涂，你赶紧去我父亲治病。圣德，我劝你别动。不知所为，一个破戒指，碍手碍脚。我现在就把它拿起来，又能怎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唐老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爷爷怎么吐血了？唐老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是治病还是害命啊？不，我爷爷可是夏国之师，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让你们唐家灭族！我这来人！且慢！是你，我劝过你，
别动！秦先生，秦先生，恕我有眼无珠，求您快救救曲老吧。秦先生，是我无知啊，求您快救救曲老吧。秦先生，念在你和我父亲是兄弟的份上，就救救我的父亲吧。秦先生，我求你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师兄体内真气浩大，宛如决堤的江水。若你此时施针，便是增加了江水，使其无处宣泄。原先他还能活2年，现在不出1个时辰，便会暴体而亡。秦先生，求您快救救曲老吧。好了，没问题。父亲，你醒了，可吓死我们了！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多亏了秦先生出手，否则我们真的见不到你了，爷爷。脉象平稳，徐老君康复了，简直不可思议啊！这，多谢你呀，师弟救了我，真是不愧师傅的关门弟子啊！师傅的本事你都学会了，真可笑，我还曾经怀疑过你。以我本事判断，不必客气。之后每日在温水中调息半个时辰，半月便可痊愈，功力也能更上。快扶我起来！从即日起，你就是我心中新任的掌门。日后你有什么差遣，我徐家万死不辞。拜不拜见掌门？拜见掌门。这2日，我会召集所有同门参见你。若有谁敢对你不敬，或者是质疑，你不用出手，我第一个不容他。另外，我会带你去宗门禁地，那里有历代掌门留下的宝物，任你随意取使。这件事可以先缓一缓，我还有恩怨未了，等此间事了再说。掌门，你的仇就是我们整个灵虚宗的仇，你就不用管了，交给我就行，我会处理的漂漂亮亮。我说过，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，无需再多说。是，不过倒还有一些事情还用得着你。掌门请讲。帮我查查京城江家与白家有何关联？当年我秦家灭门，这背后有没有江家的影子？哦，是。等你好生调息，我先走了。掌门，慢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帮我送送掌门。是啊，秦先生。你干嘛？秦先生，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您真是神人。秦先生，请收我为徒吧。没兴趣。秦先生，哪怕收我当个鸡鸣弟子也全呀。秦先生。什么？早就放出去了。这件事惊动了京城徐家，你别再给我打电话，你也别掺和，免得找死。是，多谢，多谢。哥，怎么样了？人呢，已经放出。申舒然，你求我的事儿我可办，你答应我，你名下的股份全部转让到我这里。姐，姐，你要考虑清楚，签了字你就失去了一切。申舒然，你不会是想耍赖吧？这一晚上我动用了多少关系，我求爷爷告奶奶，我欠了多少人情，才把那个家伙给弄出来，这些你可是亲眼看到的。你放心，我沈舒然答应的事情说到做到。更何况，我们沈家的一切都是靠秦家得来，只要能救出小凤，付出一切我都。嫂子，
小风，你没事吧？嫂子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你当然没事儿了，因为我姐为你承担了一切。你个灾星，怎么老是惹事儿，最后让别人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之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姐为了救你，将沈氏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让给我堂哥了。没事儿，只要小凤能平安回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什么，你们先聊，我就不打扰。先走一步，站那儿。把合同给我。舒然，我可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救出来，他这现在是要干什么？你救我出来的？当然，今天晚上我可是联系了东海所有有头有脸的人，要是我一个又一个的打电话，你以为你能这么快放出来？小凤，确实是我堂哥救的你，不然你现在还被关在里面。算了，这股份是我自愿让给他。听见了吗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赶紧给我滚开！媳妇，你要干什么？救我？你有那么大本事吗？秦芳，你疯了是吗？我才刚救了你，忘恩负义是吗？沈舒然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俩可是眼双红呢，在耍我是吗？日哥，你别激动，秦风他就是一时冲动，我沈舒然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，咱们再签一个。嫂子，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大能耐能救我出来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骗你的股份。胡说八道！我可是打了1晚上的电话，他们都知道的。没错，小风，我们都听到了。你知道京城徐家吗？我可是劳烦了他们才把你捞出来。你现在想卸磨杀驴赖我的账，你信不信我现在给他们回个电话，让你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回去？我不信。小王八蛋，你找死是吗？我现在就给徐家打电话，让你继续关在里边，关到死。哥，你别冲动，你也别跟他计较，他就是一时冲动。秦风，你是不是还想进去？赶紧给堂哥道歉。他哪有那么大能耐能救我出来？你让他打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打脸谁。找死是吧？找。电话没打通，可能他们在忙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跪下向我道歉，我可以放你一条。是吗？那要不我打给他试试？喂，徐娇娇，来沈之家的住处找我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你不会想说你是在给徐家打电话吧？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这个劳改犯说他认识徐家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能把徐家的人叫到这儿来，我倒立直播吃屎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吃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，徐家怎么还不来？徐家要是再不来的话，你倒立吃屎给大家看看。别着急啊，他们已经到了。是他。别乱说话，这可是京城最大家族徐家的千金。堂哥，他是你叫来的？当然，不是我还能有谁？徐大小姐，我是江城沈氏集团的总经理沈维。秦先生有什么吩咐？他刚才说是他联系你们救我出来，我就想确定一下，是与不是啊？徐大小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造谣攀附我们徐家！来人，打死他！徐大小姐，我错了，饶命，饶命！算了，看在他打了一夜电话的份上，让他滚。还不快滚！多谢徐大小姐。咱们董事会上见，这件事没完。这个混蛋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从我姐当了总裁，董事会的人就想方设法的算计她。这2年，我姐受了不少为难。像今天这种情况，她都不知道遇了多少回来。
没事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没什么事。嫂子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了。就凭你，就会吹牛。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不过徐家人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，他们肯定是图你什么，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什么。知道了，嫂子。秦先生，您刚才为何放过他？动了我嫂子的人，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的死去，我会让他和他背后的人付出代价。您对嫂子可真好，我也看得出，她对您也很好。你们两个是不是？别乱说，我怎么可能对我嫂子产生别的想法？那秦先生，你看我有没有机会成为您的女人，成为侍女也行啊？滚！那秦先生什么时候想要侍寝，我会立刻洗得香香的滚，吹什么都可以。立马滚！真凶！对了，你要查的事情我已经有些眉目了。这么快？我们徐家在夏国的底蕴还是很深厚的，想查一些事情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说。白薇薇已经投靠江家了，很快就会和江家大少完婚。另外，林家覆灭似乎也有江家的身影，具体是为什么，暂时还没有查到。很好，江家。若你真的参与覆灭我秦家，我定要灭你万国。什么？徐家出手救了秦风？秦风坐了5年牢出来的，怎么可能跟徐家扯上关系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是徐家大小姐亲自现身带走的秦风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是秦风当了小白脸，成了徐娇娇的男主。我就说嘛，堂堂徐家怎么会救一个劳改犯？秦风啊，秦风，还以为你坐了5年牢出来能变个人，没想到骗得更加下贱。徐家大小姐也只是玩玩而已，等她玩腻了，到时候就能轻松捏死这个。不能再等了，要是让江姐知道秦家还有活口，让夜叉行动，干掉秦风。姐，小风呢？刚才看到呢，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就不见了。他说什么了？还不就是老样子，说什么要解决公司的事儿。他那个人除了会打打杀杀还能干嘛？就会吹牛。行了，他也是出于好心，你不要对他有那么大的偏见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咱们也赶紧走吧。怪不得我哥要把办公室放在最高层，这里站得高看得远，整个城市都在我的脚下。沈总，沈淑妍那臭丫头算什么东西？这把椅子就该你来坐。董事会那边怎么样？已经安排好了，大部分人都支持我，沈淑妍肯定完蛋。我昨晚在沈淑然那儿碰到徐家大小姐，如果徐家插手，那沈总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打听清楚，沈淑然那个小说子应该是许娇娇的男主，等他玩腻了也就扔了。若他是真看中，我也不可能活着回来。说的也是，堂堂徐家大小姐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劳改犯来坏我们的生活？你那边怎么样？报告董事长，我们安保团都是您的人，我已经打好招呼了。今天要是一旦惹事儿，我们安保团肯定冲在最前面，确保您能够顺利接管沈氏集团。哎呀，你这嘴跟抹了蜜一样，我这不还没当上董事长吗？在我心中，沈淑然算个屁，您才是沈氏集团的中流砥柱，董事长非您莫属，换任何人我都不服。你这小子可以啊，必须得重用。等我接管了沈氏集团，我看你能胜任集团总经理。谢董事长栽培，沈氏集团就该是我的。至于沈淑然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今天沈淑然死定了，玉皇大帝也救不了他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打扰你们做梦吧？没看出来啊，你俩还挺扛把。
再打就把我打死。我是骗了沈书然，他们就没骗成啊！有必要下这么死的手吗？大哥，是他做的，你打他呀，打我干什么呀？这个王八蛋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俩想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说的是，你们算计我嫂子找人打她的事情，没跟你们说诈骗的事。那你给找错，这是他整的，我压根没参与呀！你个畜生！你狗日的分量比分数还快呀！操你！行了，刚才的账算完了，接下来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你说，只要不打我们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这不行啊！不行，我哎你说，沈总好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哎呀，我找秦风呢，他不是说要帮你解决公司的事吗？半天都找不到他人，净会吹牛。好啦，我倒希望他什么都不要做，别被那些人抓到把柄利用，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你就向着他。行了，今天公司的环境不对，看来他们动手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沈总呢？沈总应该有事儿，所以耽搁。这董事会是沈总要求召开的，现在所有人都到了，他却不在。我看这会也没有开的必要。沈总，就算沈总没来，我们已经到齐了，董事会一样可以开，并且他马上就会到。其实啊，今天这个董事会议题很简单，就是罢免你，由沈总经理接替沈氏集团，我们啊就投个票就是。罢免我姐，你们是想造反吗？造反？你个小丫头，懂个屁啊！我们就是单纯觉得沈淑然不配当这个董事长。对，老董事长要在，我们心服口服。可沈淑然，你就是个黄花丫头，你没资格，也没能力领导。集团属于董事会，不是属于你沈淑然一个人。这位置能者居之。沈总最有资格坐这个位置，他有能力，经验丰富，会让集团越来越好。你们忘恩负义，要是没有我爸，哪有你们今天？沈雷给你们一点好处，就背叛，畜生都比你们强。少他妈废话！谁对我们好，我们就跟谁。今天我们就要罢免沈淑然。我同意，我选沈总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当年跟我父亲一起打江山的叔叔，也是沈氏集团的功臣，我尊重你。父亲当年把集团交到我的手，我就绝对不会交到别的人手，更不会允许任何人毁了它。我说大侄女儿，我们今天这么多人，可不是来跟你商量的。今天这个董事长，你是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女人啊，还是回家生孩子服侍男人比较。你的脏手也配碰我嫂子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从今日起，沈氏集团由沈淑然接任。你他妈是谁？我们集团开会哪有你发言的资格？沈副总、沈总，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宣布，本人正式退出公司，名下所有的股份交给沈淑然。沈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沈总，是不是这个家伙把你打成这样，威胁你这样做的？保安，保安，立刻把他抓起来！谢刚，你当年的龙啊！没听见我在说话吗？立刻把这个王八蛋给我抓起来！他妈，你他妈给我闭嘴！沈氏集团姓沈，由沈淑然接任。你们沈总已经表态了，你们还有谁想报复？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威胁我们？本市集团打仗说了算。沈总，你别怕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沈淑然，别以为带坏人过来就能让我臣服。
告诉你，今天你走定了。打电话给执法队，把这个货抓起来。秦风，你看你这个，你怎么这么粗鲁？只会使用暴力手段，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秦风，你赶紧走，一会儿执法队来了，你不好解决，我来解决。嫂子，你别担心。这谁在闹事儿？赵局长，没有人闹事儿，这都是误会。赵局长，是他，就是他在闹事儿，看把我们神总经理打成什么样了，立刻把他抓起来。您先是为人正直，他怎么会打人呢？我看就是你们这些人不见。他真打人啊！再打不灭秦先生，全抓起来！秦先生，我不知道是您在这儿，您看要不要我把他们全抓起来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解决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是的，闹事儿。哦，小蔡，你就算买通执法队也没有用。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，一定要把沈书然踢出集团！好大的口气！我问王家，沈小姐是我们王家的朋友，你们敢跟沈小姐说，就是跟我们王家作对。你家不是相宠的小王爷，跟他作对，全家都没有。贺爷，我接到你电话就过来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已经够了。我看现在还有谁要把我踢出沈氏集团？陈总，我们支持你，我们支持你。陈述，王天，李叔，我要求你们把股份转让给，然后离开这里，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那从今日起，谁若再有异心，那下场便跟他们一样。小芳，嫂子，今天这事儿，你是不是又求人了？能解决事儿就好。小芳，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去求人了。我不希望你被别人利用。好。不过，既然你身手那么好，那明天直接去接手公司担保部吧。都听嫂子的。看你这练得满身都是汗的，赶紧去洗洗。我给你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。好。小凤，你我上上。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嫂子别怕，跟走。田丰是吧？白家上下13口的名字，可以的。骷髅幽兵团叶禅，我在牢里听说过，我猜是白薇薇派你来的吧？他为了杀我，还真够下血本。既然听过本座的名字，想必应该知道本座手里这把辅心伞，见血封喉，只要一个伤口，半个时辰之内必亡。识相的话，就自废武功，乖乖受死，免得自讨没趣。哟，美女呀！嗨，这让我掏着了。姑娘别怕，过来，好好伺候一下哥哥，让哥哥爽一下。哥哥保证让你死绝对痛快，找死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样，愣着干什么？住手！放了我，杀了我！放开我！小芳，赶紧走，别管我，
你若敢伤他，我定叫你挫骨扬灰。没想到啊，情报有误，你他妈还是个硬子儿。要不是你这个小娘们儿，今天我还就栽到他手里了。别碰他！我不仅要碰他，我还要让他和你一样，生不如死。安娜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一只听话的好狗。怎么，游戏没开始就这么着急让他去死掉？放了他，其实跟他没有关系。看来你挺在乎他呀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更不能放了。你俩都中了我的毒，就半个时辰，还在这你侬我侬，我定好好陪你俩玩啊！小波，秦风，中了我的毒，你还敢调动真气啊？你真是嫌命长啊！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有劲儿，现在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。老子，我可保证不了，接下来我和他会发生什么。好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起来呀！能打有个屁用，还不是跪到这儿像狗一样吗？我呸！糟践东西！不得不说，你确实挺厉害。我夜叉在骷髅兵团执行了几百号任务，从未失手，在佣兵排行榜更是排名前3的顶级杀手。被你逼的要靠一个小娘们才能除掉你。完事后，我一定用你的头向白老板追讨赏金。放了他，其实跟他没有关系。中了我的负心散，先是四肢麻木，再是心力绞痛，最后七窍流血而死。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，足够你。废话怎么这么多呀？这不可能！你的毒对不有用，我说过，敢动我亲人，叫你报国降灰。走，没事。走。夜叉，怎么了？不会啊。白薇薇，秦风，你不用费尽心思的杀我，因为很快我会亲自去找你。秦风，你该死！秦风，该死！微微，怎么了？江少，秦风他没死。秦家那个余孽，他不死在牢里了吗？应该。我们派了好几拨人去杀他，但是都没了消息。现在他杀了我爸爸和我哥哥，还要来杀我。江少，我好害怕。这个畜生命还挺大，放心，你们白家也是为我们江家做事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我就让人把那个杂种抓回来，任凭你是那位大人物吗？连徐家也要去巴结的那位人，
只要我们跟他攀上关系，到时候江家就能够再进一步，到时候也带你去见见。江少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这是我嫂子，下不去嘴啊！这小狗太尴尬，不下嘴就死了。吓我一跳！秦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是你嫂子。我是想帮你。嫂子，你别误会了，你脖子上有毒，我只是想帮你排毒。我虽然爱吃饺子，但我不能玩死。你说什么？嫂子，你妹妹说的对，我可能就是一个灾星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受伤。嫂子，我还是走吧，你保重。秦风，你别走，你不是灾星，也没有连累谁，只有你在，我才能安心。那个，我去包饺子，你赶紧洗洗吧，记得出来吃饭。凤爷，所有保安已经请散，按照你的意思，新人已经全部到齐。不错，他们人虽然不多，但是有退役兵王、地下拳击冠军、黑带金牌打手，还有雇佣兵王，有他们保护审视，一只蚊子也别想飞进审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我楚氏集团的保安了，而我是你们的队长秦风。谁他妈是来当保安的？我是来当总裁接身保镖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来管我？大小姐，我来这儿是当头号保镖，不是被人指挥的，更不是被废物指挥的。你们都看我很不爽，都很不服我，那就来干我啊！今天谁能打赢我，谁就来当这个安保队的队长。别怂啊，一起上吧。现在爽了吗？爽了，爽了，服了吗？服了。我怎么有点不服啊？我这明明惹来了他，可是我身上一点事都没有啊！你可闭嘴吧！你还不服？要不是看你每天值班，也把你治凶了。可来劲了！替正，很好，现在看着就温顺了很多嘛。从今天开始，沈氏集团的安保工作就交给诸位了，加油！林超，出列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歌神大牛？即使是大宗师，也接不了风爷的一招。风爷已经对你们很客气了，你们就知足。风爷，之前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以后我绝对对你马首是瞻。天风爷呵护。以后你们就主要负责林总的安全，记住，在公司里只需要听我和林总的命令即可。只要你们干得好，我便会传你们一些功法，让你们的实力大大提升。多谢风爷，多谢风爷。秦风，谁让你把集团所有保安都遣散的？之前那些人不忠心，你也看到。那也不能遣散所有人呢，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专业的，谁来保卫集团？还有，我是你的上级，为什么不向我报备？把他插出去。你们谁呀？别动我！放开我，秦风，让他们放开我！这就是我新找的保镖，怎么样？专业吧？杰峰，你个混蛋！我是你的上级，我要把你们都砍！这下清静多了。嘿嘿嘿，你干嘛？风爷，你要保镖，我给你做保镖，贴身的这种。把他也插出去。是吗？喂，秦先生，您要的消息查到了。虽然当年您是遭白家陷害，但秦氏集团能被白家接管，全靠江家帮扶。另外，您被关进恶魔岛监狱，也是江家所为。这么说，当年灭我秦家除了白家，还有京城江家。白家的能力有限，如果不是有人支持，绝对不可能吞下整个秦氏集团。白家、江家都该死。
秦先生，江家实力森厚，不比我们徐家差，要动他们得谨慎。2日后，我要在东海帝豪酒店举办盛大宴会，届时邀请夏国所有名门参加。传我令，凡是灵虚宗弟子，全部待命，听我号令。是，宗主。白薇薇，你们不是一直想结交我吗？那我就给你们这个机会，希望你们见到我时别害怕。江少好啊，钱会长你也来了。皇上，听说有位大人物出世，还惊动了国主，这种人物我必须结交。还是钱会长有眼光。这位是夫人吗？现在还不是，但快了。钱会长，等我们大婚之日，你一定要赏光来喝2杯。一定一定。今天整个夏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到这儿了，但不重要。待会儿给你介绍那个大人物，以后白家就能和在场的所有人平起平坐。江少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了。秦风，秦风，你这种人怎么配来这儿？像你这种贱货都能来，我有什么？说什么？听不懂啊？想必诸位还不知道吧？站在我面前的这位白小姐，也就是江少的未婚妻，曾经是我的前女友。也不知道啊，她是怎么一步一步睡到江少的床上的。小心对定。江少，他在乱说，你知道的呀。秦风是吧？大家不要听他瞎说，告诉你个事实，当年你什么都没有做，全都是栽赃了。你像狗一样被抓到牢里坐了5年，最可笑的是，你连微微的一只手指头都没有碰到，你真是个大傻。江少他就是天，你连他一根鼻毛都比不上，真以为我会喜欢你这种垃圾？像你这种蠢货，就活该坐牢，全家被灭，无耻！不要脸！秦风，你不是要来找我报仇？现在江少站在这儿，有种你来报！所以别怕，有我在这儿，给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碰你的手指头一下。怎么，江少在这就不敢？你以前不是很牛吗？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小。这么着急送死？不过别着急，今天晚上你们这对狗男女一个都不好。秦风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呀？像你这种垃圾，江少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，还让我死？来啊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能奈我何？你敢打我！我忍你很久。臭婊子！江少，江少，你干什么？秦风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敢打江少，死定了！秦风，你怎么能打江少？江少他们家在整个夏国都很有实力的，我总惹祸。王八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们夏国没人敢动我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秦风，你找死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今日灵虚宗宗主设宴，天龙帮负责护卫，看谁敢闹事！王帮主，别来无恙，来的正好。这王八蛋居然敢动手打我，我杀了他！江少，我接到的命令是，今日宴会任何人不得闹事。这可是那位大人物说，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恩怨，今日之后再说。那位大人物居然说了，那我自然会照做。小杂种，今天算你走运。
下次再让我碰到你，我让你碎尸万段，还不快滚！我要是滚了，今天这场宴会可就办不下去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是那位大人？秦风，我没想到你已经蠢到这种地步。那位大人物是何等尊荣，敢冒充他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王帮主，这个人怎么还在这站着？让他赶紧滚！正凤，对宗主无礼！什么？宗主，怎么处置这个对你出言不逊的家伙？请吩咐。王莽，你老糊涂了，他能是宗主？王帮主，他就是一个臭老百饭，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住嘴！竟敢对宗主无礼！姐，这怎么回事？秦风怎么可能就是那个大人物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要是宗主，我就是宗主他爹。来人，我给我抓起来！谁敢？王莽，你吃了狗胆了！小小天龙帮也敢动我京城江家？你想被灭族吗？区区江家，我还没放在这。动手！愣着干什么？上！我看谁敢动江少！完了！见过总督大人。姐，完了，这下连总督都来了，秦风这下闯大祸了。刚刚我听到有人要抓江少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？总督大人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王八蛋竟然敢冒充宗主，还有这个王莽，不知是吃了什么胆子，竟然和他一起联合伙来想抓了我。他们都被抓起来了。总督大人，这位真的是宗主？闭嘴！王莽，你脑子是被门掐了吧？他就是一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，怎么可能是宗主那样的大人物？我看你就是老糊涂了。是总督大人，你给我闭嘴！王莽，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冒充宗主，冒犯江少，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！你这是公然拒捕！区区东海总督还没资格拿我。总督大人，这个王八蛋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还跟他废什么话？就地正法！禁卫军何在？狂呀，继续狂呀！现在整个禁卫军东海的最高战力，拿什么狂？秦风，你是斗不过我的，这辈子不行，下辈子也没可能，因为我会把你挫骨扬灰，你没有下辈子了。明虚宗宗主在此，乱动者死！谁敢动宗主，先过我这关！蠢货！这种时候还被这个劳改犯所骗，活着也是浪费。把他们都给我打成肉泥！这个白痴今天是要把自己弄死，怎么办啊，姐？我看谁敢动我宗主！弟子参见宗主。我看谁敢动我宗主！弟子参见宗主。四海盟盟主陈坤，夏国地下皇帝，传奇杀手孟拉，夏国杀手界第一人，夏国最强特种部队总武卫，他们都叫他宗主，难道他真的是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臭劳改犯，怎么可能是那位大人物呢？姐，这什么情况？宗主，我们接到命令，就先来了，其他人还在路上。宗主，刚刚我听到有人对您不敬，需要我动手。你们别乱来！就算你们势力再大，但我是东海总督，是我的地盘。总督算什么？我们龙武卫可先斩后奏，国主特许，杀你都可以。冒犯宗主者，必杀之。不想死的就滚开！
宗主，是我狗眼不识泰山，宗主饶命啊！宗主，接下来可就该二位了。宗主又如何？我们京城江家底蕴也很强大，不怕你，你奈我何？区区江家而已。传我令，2分钟之内，我要江家彻底消失。是。2分钟想灭我们江家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灭。秦风，你当上了宗主还是个蠢物。江家势力雄厚，你倾尽所有也未必能动分毫，真是不自量力。2分钟到了，不如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当众戳穿你的牛皮，让你看看该怎么回。喂，爸，有人说2分钟之内要灭了我们江家，现在情况如何呀？我就在家里老宅，没听到有什么事情，谁敢如此狂妄？你不是要灭我们江家？我们江家现在没事儿，你倒是灭。站住！你们是谁？旧时大厦被炸，外宅也发生爆炸，你他妈到底惹谁了？爸，喂，秦风，你到底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灭了江家而已。看，我爸猜的没错吧？那徐老也来了，大夏国的天要变了。是啊，爸，还得是你眼光好。咱们站到了风野这边，咱们王家呀要腾飞了。宗主，接到你的命令，我就联合夏国总商会狙杀江家所有产业。江家所有的地产都被我炸了，人一个不留。消失，还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啊！当年我秦家灭门，家破人亡，那今日我也让你尝尝，这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江少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都怪你！如果当初你杀了他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儿了。姓秦的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大胆！喂，枪危险，大傻子还是别玩了。秦风，你可以杀了我，但你不可以侮辱我。告诉你，你即使是灭了我们江家，也会有人来收你的。可惜啊，你看不到那一天了。来，现在我就送你下去见你爸。金风，5年前我是被逼的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我就会死的呀！我知道你最爱我了，我也最爱你，我求求你，别杀我！好啊，那就不杀你了。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不过，我要让你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我付出代价，我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我服侍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当年你设计陷害我入狱，不仅让我背上了骂名，还让我受尽了百般折磨，差点死在狱中。你们杀了我大哥，又夺了我秦家家产，你以为这件事这么简单就算了吗？我一辈子当你的奴隶。什么？接下来，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把他下放恶魔岛监狱，终生监禁。但是要确保他在监狱中老死。若是受伤了，该治就治，带走。不要！你不要现在就听吧。师傅，杀了呀！我
宗主，刚才江家那小子的意思，他们背后似乎还有人。不论是谁，只要参与灭我秦家，我定叫他血债血偿。宗主，我们跟你一起。宗主，这次你可得带上我们呀！自从复仇完成，功力都停滞不前了，困在这个境界好久了，必须得想办法提升了。干嘛呢？你有病啊！你吓我一跳。清风，那个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给你道歉。我准备了2张去海边的机票，还有性感泳衣哟。你俩干嘛呢？你凑什么热闹？关你屁事儿！什么热闹？哎，你们3个找点正事做吧，不要成天黏着我好吗？你也买了机票？哎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学我，有点创意行不行？前锋，你必须跟我去，我给我准备了性感泳衣。谁不是？我穿着比你们好看。3件事，性感你懂吗？谁不懂3件事？你懂不懂？前锋，你说好了，我说你说话呀。行，前锋就跟我去。前锋，你跟我去，你不要欺负我，跟我走，我不穿。小峰，吃饺子了。